高雄桥仔头科技园区今年会完工，厂商已经陆续的进驻，嘛造成北高雄常常拢有大车出入率是真危险哦。高雄市政府规划高铁桥卡的第39线延伸道路，今仔已经正式动土，望讲会当来消透桥仔头科学园区到公山交流道的车流。 大车来来去去，国道1号公山交流道的车流量原本就多，即摆附近的桥仔头科技园区是哪建设，厂商哪进驻，因为欠缺联络道路，要入去园区的大车，落交流道了后，拢会挖对安东街一摆，大车行细条路，唔若差也真危险。拢大车咧走啊，无迄落啦。啊，你感觉会危险无？危险是一定危险的啦。卖咱遮足严重啊，因为咱遮本地大车也足济啊，而且即摆个桥科建设落，你像即摆时间大车真正有够济，所以阮足紧要的啊。市府19举办动土典礼，拍算要伫高铁桥卡做一条新路，连接106线甲桥口道路，希望会当减轻地方的交通负担。这条路也当串联络到桥仔头、南仔溪这3个科学园区，互规个交通路网更加完善。伊若开的路有够大条，啊，伊若咧过较方便，因大车通常拢会走新的路较济啦。因为我真正嘛开大车的人，我嘛袂介意开这种小路。 哎呀，啊，毋过为什么因会开小，就是较紧安尼尔，对啊，大家拢赶时间无法度。规个桥区交通计划，中央是拍算要起3座高速公路桥卡的暗坑，新的国道交流道，甲一条第39线高铁桥卡的延伸道路。这条新路长1.4公里，总经费30亿6千万，双边拢是3线道，南边一定今年底要完工，到时敢会当消透当地交通，地方拢真关心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